大家好，又係我 Vicky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個我比較心水嘅一個靚樓盤，就係呢西灣河地鐵站步行2分零鐘到達嘅 Island Weston。呢個樓盤呢就由會德豐發展嘅，今日介紹嘅呢個單位呢，就係高層嘅私室2房，實用499尺，望後面嘅柏架山山景，方向都比較好，向西南嘅，帶大家睇下。大門入嚟。咁呢個單位呢，發展商嘅時候就附送咗呢個電子鎖啦。入門口有一個做頂嘅鞋櫃位嚟嘅。咁我哋入到嚟呢，就會見到呢個長方形嘅下飯廳。咁呢一度因為樓底空間比較充足啊，差唔多接近3.5米，所以呢入到嚟呢就空間咁好足啦。而且呢一個大嘅落地玻璃呢，行出少少就係個露台，所以呢一個客飯廳好光猛嘅。咁呢一間屋呢，就買咗返嚟就一直收租用，咁啊租客呢嘅質素都好高嘅，所以呢而家呢個單位都保養得好新淨。我哋見到呢個開放式嘅廚房呢，設備好齊全。咁呢首先我哋會見到雪櫃啦。咁上面就係雪櫃，下面冰櫃啦，酒櫃、電磁爐、焗爐都有埋。咁我哋行出去露台睇一睇。咁景觀上呢，就私隱度好高㗎，因為已經過晒附近嘅大廈。咁呢邊呢方向呢係西南偏南，陽光呢好充足嘅。望到山景啦，再望下個客飯廳，我都好中意呢個主人房，因為好多新樓之中呢，500尺主人房係比較中規中矩啦，或者比較細嘅。咁但係呢一個呢，可以擺到6尺大床之外呢，入門口呢一個位呢，就已經可以做到整排嘅衣櫃嘅，做到上頂，所以儲物空間相當充足。仲有我哋會見到咧呢一度嘅2幅落地玻璃，可想而知間屋係十分光猛啦。有兩邊景㗎，嗱呢一邊呢，呢邊呢就係西北嘅海景啦，亦都望埋呢個公園嘅。咁呢一邊呢，就係頭先講嘅山景啦，所以景觀上呢係比較好嘅。再講多次，都係主要係個2房之中呢，好少見到咁大間主人房嘅。至於呢間嘅睡房都係好方正，而且呢一幅嘅落地窗呢，好光猛。帶大家睇埋個浴室，亦都有浴室寶啦。顏色上呢都係比較柔和啲嘅設計，所以比較舒服，亦都有窗。如果大家對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Vicky。